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开讲，来讲台湾话成语，四字的成语内底有迄个头一字甲第三字拢共字的。国情啊，你咧讲啥？讲一个像，讲有囡仔吼，门窗顶伊骨头啊，包含碰意，安尼抗起抗落，四字呢，抗起抗落，头一字甲第三字拢抗。啊，搁记第二个咧，讲代志已经真着急啊，已经好甲目青目黄啊啦。同款哦，头一字嘛目，第三字嘛目青目黄。这个效果就是声音的表现，互你一听就会体会，确实呢效果有加强。来，咱过来详细举例，讲一句讲骂大骂小，囡仔若无乖，老爸老母安尼伫咧骂，这应该。毋过骂了一个过头，有当着阿公阿嬷就会出来出来讲你毋通安尼骂大骂小啦。当然吼，这完全是咧加强口气，国正安尼举例表达诚意就对啊。过来第二句，咱来讲吼，你安尼甲我帮忙，互我做着这条生意，我淡薄仔心意甲你感谢，互你安尼摕转去，互翁囝某囝食烧食冷。这句话就是咧表示讲，哇，我甲你答谢，你安尼吼，款一个烧的，款一个冷的，大范围咧描写烧的甲冷的，拢款互你厝里的亲人食，我嘛欢喜就对啊。这个成语头一字甲第三字摆做伙，竟然拢用共一字，这种口气的加强，声音的表现，确实有法度达到伊的效果。过来，咱若四字甲拖做五字咧，四字变来变五字，煞毋知影讲本来骂大骂小，大范围伫咧表达，食烧食冷嘛是大范围咧表达，毋过呢加一字无伫中，就毋是哦，就正确咧表示代志。咧加强口气啊！来，咱举头一个来讲，看悬无看低。本来吼，看悬看低是讲你目睭安尼上起来上落去，结果看悬无看低是明确伫咧解说，解说啥？解说讲有人欺贫重富，毋是讲吼行路袂晓看头壳，毋是啦。这个形容词是咧表达讲迄款人，伊目睭敢若会看比伊较悬，身份地位又尊重的人尔。若看低才会艰苦人，伊无咧照顾。总是这款人确实无介好，社会咱已经试了试，也看了看，看悬无看低的人，到尾啊，家己食着惊就会。过来第二句，咱讲孝立无孝出，咱知哦，咱知讲算孝这个孝，咱解文说理有说明过，讲白话音或者孝，孝立无孝出，就是咧形容一款人吼，孝入来会啦，啊若孝出去吼无啦，意思讲一分钱拍24角啊。简单讲就是，人立刻仔话咧讲的，讲12月天困厝顶，或者当生的人，你甲听这个形容词才趣味。看悬无看低，孝立无孝出，这个四字变五字的成语，用台湾话来发挥咧，头一字甲第四字拄啊共一字，共款买当讲出来，就表达出这个咱要形容的效果，互听的人直接体会啦。